小姐，我们护送你先去酒店吧。哦，不用了，钥匙给我吧，我自己开就行了。这车好漂亮啊！是挺漂亮的。软了，这是你喜欢的。是啊。雪清，是外号吗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好好相处吧。什么嘛，好幼稚的语言啊！是小朋友不小心点到的吧？跟我同天生日，到底是谁啊？哦，房东太太。之前跟你说过了吧？你的月租是7月中旬到期，尽快做决定。好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到了吧？这是你的车吗？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拿签约金，用便宜的价格在朋友那儿买的。好棒啊！我因为没有钱，连房子都退了。你搬家了？嗯，我要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住。走吧，去兜风，心情会好一点。哎，顾十一。你知道哪个地方晚上可以打工吗？不行，我晚上还要找时间写剧本呢。对了，给我的。多喝水，少说话。哦。最近很困难吗？我突然想到。有一个朋友在咖啡厅工作，正在招工，要不去试试？真的吗？你的车技不怎么样。这个车的样子很特别，应该很贵吧？兰博基尼400万左右。那维修费应该会很贵吧？哟，挺懂行的嘛。那你们的车上保险了吗？对不起，请问你是这部车的车主吗？我也不是，这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借的。所以你们的车有没有保险啊？没有。这个是他昨天刚买的2手车。哦，所以说你们得自己赔喽。那不知道这个估价得多少呀？应该不少钱吧？嘿嘿。这个人怎么越说越兴奋，好像不是自己的车就不用负责任一样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撞坏车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，没有多少钱，能恳请你高抬贵手吗？是学生就不用负责任了吗？不是不用负责任，只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，所以希望你能跟车主沟通一下，减少一点点的赔偿金。好了，江淮，是我的错，估价单给我。现在不是耍帅的时候。
还请您高抬贵手。啊，这个嘛，还是等报价单出来之后咱们再谈吧。手机号给我。你的也给我一下吧。车是我撞的，联系我就好。啊，这个嘛，我是以防事后联系不上你。好。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好帅啊！我也想开一次。喂，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吧？会有办法的。没心情喝了，走了。我叫江淮，我没有时间娱乐，也没有时间打扮，更没有时间谈恋爱，所以我一定会比其他人更能胜任这个工作的。你觉得呢？不错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。谢谢店长，谢谢店长。我明天一定会准时到岗，会努力工作的，绝不迟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很遗憾，米夫人，你已经确诊是癌症晚期，而且会扩散很快。就算是做手术，也非常容易复发。如果坚持动手术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进行肿瘤切除，但是由于您的年龄，手术的风险真的非常大。我已经活得够久了，与其痛苦的治疗，不如舒服一点的活着，选择慢慢等死。无论什么样的选择，您自己的意愿最重要，我们都会配合协助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那有什么问题，夫人，您再叫我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惠夫人，雪姬小姐已经回国了。国内的住址还不知道吗？是的，我们查出来后会第一时间汇报给您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我的生命只剩下6个月了，能救我的也只有你了，雪姬。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谢谢谢谢。喂，你好。现在方便吗？关于赔偿款的事情，我想找你先聊一下。可是我现在正在工作，要不给你发个地址吧估价单出来了，20万。？20万？价格也不是我定的，我要还给车主呀。我需要跟我朋友商量一下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建议，想不想听一下？
好。请问你愿意做我的管家吗？管家，俗称就是女佣吗？哎呀，做我的管家也不会太累的，我就一个人，而且也不耽误你上学。如果你愿意做1年的话，维修费就一笔勾销啦。我呢，常年在国外，刚回国，对这边的情况也不了解，国内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跟有缘的人一起生活也挺好的。车祸也算是有缘人吗？不是啦，之前那种情况下呢，不太适合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江淮，我是李雪姬。你是那个在我空间留言的雪姬？那个生日跟我一模一样的雪姬？没错没错，那个是我注册的。可是你怎么会认识我啊？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的妈妈是朋友。什么？所以你们很早就认识啊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了吧，只隐约记得那个时候我迷路了，是他妈妈送我去的景区。哦，雪姬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，你不会准备就这样一直躲债吧？我没有故意不接，只不过未接来电太多了，没有听到。我决定接受管家这个提议了，反正应该还可以，而且还能省掉房租，只是家务事变得多了而已。车是我撞的，我不想连累你。而且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住的地方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就这样吧啊。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谢谢谢谢。我肚子饿了，想出去吃点东西，你们一起吗？可是2个小时前刚吃过啊。啊，我又饿了。哟，我说怎么不跟我们去打球呢？原来家里有客人呀！嗨，你们好，我是雪姬，我是顾十一的朋友。因为房子没有装修好，接下来20天要住在这里了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嘿，你好，太后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明泽。你好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懂事啦？哦，对了，我正好现在要去吃点东西，你们饿了吗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们带回来。不吃。哈哈，雪姐，我说你也太大方了吧！欢迎你在这里住1年。我想吃炸鸡，吃炸鸡。我们都会帮他瞒着社长的。OK， 我想吃猪排，可以吗？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我去给你们买回来，你们等着我啊，拜拜。住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可我不好，他昨天居然叫我相公。真的吗？他总是喜欢说一些玩笑话，感觉什么都不像真心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因为相信什么梦。你喜欢雪姬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他喜不喜欢你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杂志，篮球。好吗？那我去睡觉了，晚安。
怎么都是一些印度案例？能相信吗？你不是去睡觉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睡不着就跑出来看看月亮。嘿嘿，你刚刚是被我吓了一跳吗？我胆子没那么小。诗怡，你的梦里出现过这样的月亮吗？不要再说那些奇怪的话。在我生气之前，回房间。就算你记不起来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呢，就算强迫你，也会让你记起梦里的缘分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在强迫别人，并且把它当成自己的缘分吗？你知道自己不正常吧？你有什么根源？我现在还是会每天梦到他，你跟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只有这个根源。可是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确认。重点是我像那个人，你才会对我有兴趣吧？干脆说跟我交往好吗？这样不是更干脆吗？反正你之前做了那么多铺垫，目的不就是为了跟我交往吗？那我可以这样问吗？我随便说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俩够了啊！不是吧？别闹！走错了吧？这还是咱们家吗？这是被哎抢你们回来了劫了吗？怎么乱成这样？不是，雪姬，我们家本来就挺小的，你这买这么多东西，放不下。雪姬，我跟你说过，住在这里不要乱占空间。可是这些都是我给你们买的呀。你看，太后，我给你买的鞋。真的吗？限量的哦。还有给你的游戏机。不会吧？以后这种东西把家里堆满了，没事儿，不嫌多啊。这鞋真是太赞了，雪姬，我正经跟你说啊，你就是天使，你知道吗？天使。真的吗？真的送给我们，不会要回去吗？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贵重的礼物。雪姬，你就一直住在这吧。这个游戏机怎么玩？好想试一试。这些东西呢，我都不会要回去的，你们慢慢玩啊。还有这些都是给你们的。哎，雪姬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不少钱吧？那你干嘛还住这儿啊？住这儿呢，是因为有一定要住在这的理由啊。噔噔。什么？
啊？是不是要组装？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不用，就看一下嘛啊！我是不会穿的。哎呀，我买都买了，说下吧。谢了。